咱继续要来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今仔日是拢去金门来造势。侯友宜是按算下晡会宣布金门的政策，也那郭台铭是来办主流民意大联名的活动。早起10点外，伊去到金门机场的时阵，国民党的议长洪文典是专工来甲接，显示两个人的好交情。 今仔日，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来到金门举办主流民意大联名造势活动，现场气氛真热烈。早起10点外，郭台铭到金门机场的时阵，国民党籍金门县议长洪文典专工来甲接，两个人斗相天手牵安安，展现马姐交情。我进一步在这里要提出金门和平倡议，我要在此郑重宣布。 2000万美金作为起始的基金。不过，洪文典正前拒绝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金门竞选总部主委，今嘛说来挺郭台铭，敢会受到国民党党纪处分呢？这个我想我们待会再说，好不好？好。今天会去陪同侯友宜。啊，这个他邀请你，侯市长邀请你。这个国民党最近很奇怪。 洪文典下晡也会陪郭台铭拜访地方军事，不过侯友宜明仔载伫金门办餐会，伊可能袂出席。另外一方面，侯友宜下晡1点外也去到金门举办政治记者会，说明政见，看起来有甲郭台铭拼场的意思。明仔载侯友宜、郭台铭拢会去到太武山参加北至山炮战65周年纪念活动，也因为总统蔡英文会到太武山中烈时会有慰安管制，郭台铭拍算伫咧管制进前去到太武山，敢会甲侯友宜共台，目前是也唔知。不过两个人伫金门拢安排拜会地方的行程，双方电影敢会有接触，外界也拢真关心。记者欧辉阳、张子嘉金门采访报道。